好耐冇真真正正重新咁做過啲福音短片，因為喺呢個頻道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存貨。自從最近跟住網友嘅要求做咗一段新嘅片段之後，我都覺得要跟時代並進。今次就俾大家一個新嘅視覺效果去睇呢段經文。你們不要害怕他們，因為沒有遮掩的事，將來不被揭露的；也沒有隱藏的事，將來不被知道的。我在暗中給你們所說的，你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報告出來。你們由耳語所聽到的，要在屋頂上張揚出去。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，但更要害怕能使靈魂和肉身都陷於地獄的那位。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個銅錢嗎？但沒有你們天父的許可，他們中連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。就是你們的頭髮，天父也都一一數過。所以你們不要害怕，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呢。凡在人面前承認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承認他。但誰如果在人面前否認我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否認他。最近新聞話退休需要700萬，聽落真係好驚人。對好多普通打工仔嚟講，60歲後擁有700萬現金真係唔簡單。身為一個信徒嘅我，就相信會有永恆嘅生命，而700萬嘅現金亦只係現世嘅生活需要。咁喺天國又點呢？不如就真真正正咁跟耶穌嘅教導，做個好人，喺天國累積真正嘅財富，日後安享永恆嘅生命，咁樣咪更加有意義，更加實際。而呢段經文就教咗我哋點做啦。做人做事要行得正，企得正。做咗衰嘢，以為冇人知，最後一樣會敗露。而耶穌講嘅承認，唔係要你每日喺社交媒體開 post 寫感謝主，而係喺生活上嘅一啲行為，例如自私、踩低人、金錢至上等等。你敢唔敢做嗰個唔合群嘅人，而好好咁活出福音嘅價值觀？呢啲就係耶穌所講嘅承認啦。